歡迎嚟到妊娠糖尿病體能活動，我係 Lisa， 係 God's Love We Deliver 嘅註冊營養師。呢個係本系列嘅第3個模塊，我哋將會從術語開始，幫助你理解體能活動相關嘅常用術語，以及本模塊中使用嘅術語。然後我哋將會介紹如何準備進行運動。我哋將會介紹適當運動嘅好處同埋類型，然後我哋將會討論關於持續時間同埋頻率嘅建議，並且如何鼓勵自己運動嚟到結束本模塊。本模塊嘅呢啲方框裏面係常用詞彙同埋關鍵詞，可以幫助引導你去學習。我哋經常會用到呢啲字同埋短語，但係大家往往不知其意。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對你有所幫助。低血糖症意味住血糖偏低，高血糖症意味住血糖偏高。有氧運動係調節心血管系統，從而提高心率同埋改善呼吸嘅運動。阻力運動係提高力量同埋耐力嘅運動。等我哋睇下點樣為運動做準備，以及開始運動前需要考慮嘅事項啊！喺進行體能活動之前，請同你嘅健康照護醫師討論。如果你使用緊胰島素或者其他降血糖藥物嚟到幫助控制妊娠糖尿病，呢一點尤其重要。用藥期間，運動可能會導致低血糖。如果你嘅醫師允許你運動，請隨身攜帶血糖儀，以便你能夠喺運動前後檢測血糖。請遵隨你嘅醫師就血糖控制目標俾你嘅建議。隨住你孕期嘅進展，你嘅運動方案同埋血糖控制目標可能會發生變化㗎。查看前邊嘅模塊之後，你了解過透過食物控制妊娠糖尿病嘅好處，但係運動亦有助於控制妊娠糖尿病。遵循妊娠糖尿病膳食計劃係好重要嘅，但係有時可能需要更多策略嚟到幫助控制血糖。同單純嘅飲食相比，體能活動可以幫助進一步增強血糖控制。運動有助於控制血糖，因為佢能夠刺激肌肉消耗血液裏面嘅游離葡萄糖，從而使血液濃度下降。呢一種降低作用仲可以減少高血糖症。被診斷患有妊娠糖尿病並進行運動嘅女性，通常能夠避免使用胰島素，因為新增運動方案可以好好咁樣控制血糖。除咗控制血糖之外，體能活動仲有好多其他好處㗎，例如提高心臟系統嘅健康水平。心臟系統喺懷孕期間已經非常努力咁樣工作。體能活動可以阻止體重過度增加，調節血壓，改善情緒，增強肌肉，提高平衡性同埋柔韌性，從而最大限度咁樣減少跌倒。此類嘅活動仲可以幫助達到更安寧嘅睡眠。等我哋討論一下你可以安全進行嘅運動類型啊！有好多好好嘅運動方法。你嘅目標係以中等強度進行有氧運動同埋阻力運動結合嘅活動。劇烈運動會對血糖控制產生反作用，並且導致血糖升高，因為咁樣會令身體對葡萄糖嘅需求升高。如果你發現運動後血糖升高，請確保下次降低運動強度。一啲可以改善心臟系統嘅有氧運動包括快走、踩單車、產前課程、跳舞同埋游水。可以喺分娩過程之中增強肌肉同埋提供耐力嘅阻力練習包括深蹲、輕量二頭肌彎舉、改良式平衡支撐同埋弓箭步。你可以參與多種類型嘅運動，
從中揾到至少一種你喜歡嘅運動。安全運動係好重要㗎，以免對自己同埋 BB 造成傷害。確保任何阻力練習均經核准用於產前期，避免進行會增加滑倒或跌倒風險嘅運動。此外，喺妊娠中期或者晚期，請勿進行需要仰臥嘅運動。乜嘢係中等強度？要確定你係咪進行咗中等強度嘅運動，請確保喺運動時進行說話測試。如果你進行中等強度嘅運動，則可以喺進行活動嘅時候說話，但係無法喺進行活動嘅時候唱歌。換句話講，你嘅呼吸會有困難，所以無法喺唱歌之中拉長一個音符。但係亦唔會因為呼吸困難而無法同其他人交談。而家我哋將會討論關於懷孕期間進行體能活動嘅建議。總括嚟講，嘗試每周運動總共150分鐘。最重要嘅係，你可以靈活地選擇如何分散運動時段。例如，你可以每周運動5次，每次30分鐘，或者每天運動3次，每次10分鐘，咁樣都可以係有氧運動同埋阻力運動嘅結合。喺最後一節裏面，我哋嚟了解一下如何激發運動嘅動力啊！如果你每日需要通勤，並且需要到達以下地點，提前幾個站落車，以增加更多嘅步數，將車停喺遠離入口嘅地方，或者盡量行路或者踩單車到達目的地。如果你喺辦公室度過一日，你可以選擇加入工作地點附近嘅健身房。你可以選擇早上上班前、午休嘅時候或者放工之後去。考慮喺午休時間散步。查看你嘅工作場所有冇提供可以參加嘅健身計劃。一邊打電話，一邊行路或者原地踏步。你亦都可以喺社交嘅時候進行體能活動，例如加入步行俱樂部、參加健身課程、同家人或者朋友一齊散步。如果家人或者朋友無法同你一齊散步，請喺外出散步嘅時候打電話俾佢哋。社交可以令到時間過得飛快，令運動變得輕鬆。想追看你最中意嘅節目嗎？邊睇電視邊跳舞、舉重或者原地踏步。如果你有好多家務、家事需要完成，咁樣絕對可以成為你嘅體能活動嘅一部分。你可以進行嘅一啲範例包括喺除草嘅時候輕快咁樣移動，喺吸塵嘅時候打開你最中意嘅音樂，喺清理屋企嘅時候跳舞。如果養狗，可以帶狗出去散步，都算係運動嚟㗎。呢度有一啲其他嘅提示，可以確保你去做運動。為你嘅運動安排一啲時間。如果你專門留出一啲時間，就更有可能做到呢一點㗎喇。使用健身應用程式或者追蹤器，呢啲係追蹤你進度嘅最好方法，亦都係提醒你運動嘅好工具。設定現實而且可以實現嘅目標，例如我會喺2週之內，每日朝頭早圍住街區行3次。等你嘅朋友同埋你嘅家人參與，你哋可以互相激勵，並且互相督促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繫你嘅指定註冊營養師。你可以透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絡你嘅註冊營養師。感謝你檢閱模塊3妊娠糖尿病體能活動。下一個模塊係4為懷孕後做準備。